是路，黑夜也不让我迷途，风雨无法将光遮住，困难时恩典共度，恩典之路，恩典永不尽，你同在最勇敢的心，恩典之路，恩典数不清，每一站都提升我力。兄姐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互咱伫每一日的清早起，透过圣经共读，伫主的话语当中领受上帝的恩典。咱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节是《申命记》第9章第1节到第29节。第1节，以色列啊，着注意听，恁今仔日要过约旦河，去征服这个比恁较强大的国。因的城大阁坚固，悬到拄天；因的人民悬高墙大汉，是恁所知的亚衲王。恁捌听人讲，啥人会当对抗亚衲王？今仔日恁着知，上主恁的上帝会伫恁的头前过去，亲像吞灭的火，要甲因消灭，互因屈服伫恁的面前。恁着照上主的命令，甲因赶出去，紧紧甲因消灭。第4节，上主恁的上帝为着恁将因赶出去了后，恁心内毋通想讲，上主带阮征服这块地，是因为阮的功劳德。其实上主是因为这个国邪恶，才甲因赶走。恁人去占领因的地，并毋是因为恁有啥物功德，嘛毋是因为恁的心正直，是因为这个国邪恶。上主恁的上帝才甲因赶走，搁因为上主要实现伊对恁的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的应允。恁着知，上主恁的上帝用上水的地赏赐恁做产业，毋是因为恁的功德，其实恁是心的固一的民族。第7节，恁着记好条，毋通袂记伫恁旷野惹上主恁的上帝生气，对恁出埃及地迄日，到恁来到这个所在，恁常常背逆上主。恁伫何烈山，搁惹上主生气，直到上主发生气，要甲恁消灭。迄时我已经上山，要领受上主甲恁立约的石板。我伫山里42日，无食无啉。上主将伊亲手写的2块石板交互我，迄顶面写的是上主伫恁举行大会的日，伫山顶的火焰中对恁所讲一切的话。42日了后，上主用伊迄2块有写明约的石板交代我。12节，上主对我讲：起来，赶紧对遮落去。你对埃及带出来的人民已经对落，因真紧偏离我命令因的道路，为家己铸一身偶像。上主阁甲我讲：我看这个民族真正是心的固执的民族。你出伫我要甲因消灭，对天下撤销因的名。我要互你成做比因较强大、人较侪的国家。15节，我双手摕2块约板，要跃身落山，山有火在烧。我一个看，为着恁已经得罪上主恁的上帝，为家己铸一只牛仔，真紧偏离上主所命令恁的道路。我就将迄2块石板ฮ็落去，伫恁的目睭前摔甲碎碎，因为恁所犯一切的罪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惹伊生气。
我搁一遍趴伫上主的面前42日，无食无啉。19节，迄时上主大大生气，要甲恁消灭，我就非常惊吓。毋久，上主搁一遍听我的恳求，上主嘛对阿伦非常生气，甚至要互伊死。像迄时，我就为着阿伦祈祷，我替恁犯罪的物，就是恁煮的牛仔上，用火烧，甲伊讲喙，硬甲亲像土粉遐尼幼，搁甲这个压伫对山顶流落来的颗粒。22节，恁伫他比拉、玛撒、基别罗下头碗，搁激上主生气。上主命令恁离开加迪斯巴尼亚港，恁去占领我赏赐恁的地。迄时恁违背上主，恁的上帝的命令，毋相信伊，毋听趁伊的话，对我捌恁的日起，恁常常背逆上主。25节，我因为上主讲要消灭恁，就42日趴伫上主的面前。我对上主祈祷讲：至高的上主，求你毋通消灭你的子民，你的产业，因是你用大权能甲因救赎，用大气力的手甲因对埃及带出来的子民。求你为记伫你的仆人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毋通看这个子民的硬心、邪恶，甲因的罪过，才免埃及人讲，上主无法度带因入去伊应允因的地，搁因为怨恨因，所以带因出去，要伫旷野甲因消灭。毋过因是你的子民，你的产业，你用大权能，搁伸出大气力的手，把因带出来。以上伫申命记第9章，就是主要借着摩西伫以色列人要进入应允的地，人生上界请赢的时刻，互因的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。有人讲，人上容易会记你家己的功劳，上容易袂记你家己的失败。抑毋过，人生上危险的代志，就是伫恩典当中误认家己有能力。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，因看见的是坚固的城墙，悬到拄天，搁强大的人民。即时上主互因一个胜利，因真容易就认为这是因为阮真敬虔，阮真有信心。摩西知影，一旦以色列人自义，因就会离上主远远。所以申命记第9章是摩西互以色列人重新认捌一件代志：得地业毋是因为恁的义，是因为上主的恩典。伫第1节到第6节，摩西提醒以色列人，要过约旦河去征服比你搁较强大的国。摩西甲百姓讲：上主你的上帝会伫你的头前过去。咱看见第一个入战场的是上主，这互咱明白，当咱拄着试炼甲挑战的时，毋免惊吓，继续进前，上主一定会甲咱同在。摩西嘛提醒以色列人，进入应允的地，毋是恁的功德，是因为恁因的恶。句话伫第4节到第6节这3节经文当中，重复出现3遍，就是惊以色列人误认进入流年甲别的地，是因为家己的功德。煞袂记哩，这是因为上主甲以色列人祖先阿伯拉罕所立的约定。这一切拢是上主的恩典。伫第7节到第24节当中，摩西拆开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互因看见家己真实的面貌，雕刻牛仔像，背逆上主。摩西回忆当伊伫山顶领受上主的律法时，以色列人竟然制作牛仔像，讲这就是带阮出埃及的神，背逆上主。伫他别拉、玛撒发怨言讲无水通啉，伫基别罗发怨言讲无肉通好食。上主的反应是生气，
要甲因灭绝。摩西的反应是替以色列人祈祷。摩西紧食40年日，单调法版，将牛仔上用火烧。摩西伊所做的每一件代志，拢是仰望上主听到伊的祈祷，煞了上主的生气。摩西讲：对我捌恁的日起，恁常常背给上主。以色列人的问题，毋是三不五时出差错，是因的本质背逆。第25节到29节的经文当中，是一段感动人的祈祷。摩西伫上主面前拍倒40年日，伊毋是为着家己的过错，是为着以色列人的背逆。摩西祈祷讲：至高的上主，求你毋通消灭你的子民，你的产业，因为是你用大宽能甲因救赎，用大气力的手甲因对埃及带出来的人民。这互咱明白，摩西是上主心目中的好仆人，也是百姓的好领袖。对今仔日的经文当中，咱来思考，咱常常听到基督徒充满喜乐的讲，上帝疼你，也毋过咱有想过，上帝对咱的疼是怎样的疼？上帝对咱的疼，毋是看重咱做偌济好事，也袂对咱的表现来决定要互咱偌济恩典。是一种单纯、圣洁、永远保守的疼。人的成功有原因，失败也一定有原因。搁悬搁大的压力人为什么会失败？这是因为因骄傲，因认为这人会当对抗压力人。当人的工作顺利，家庭稳定，服侍有效率，一切看起来拢是真好的时，咱是毋是嘛会骄傲自尊？误认这一切拢是家己的功劳，煞袂记得这一切拢是上主的恩典，致使咱的行为举止偏离主的道路。上帝的心意是要将丰盛的祝福予咱，也毋过是毋是领受，也是领受的时间，这拢在伫咱的顺服，也是背逆。约瑟17岁的时，方被去到埃及，30岁就成做埃及的宰相。短短13年的时间，上帝将伊为上卑贱的奴隶提升到上尊贵的宰相。这是因为约瑟行伫上帝的心意当中。约瑟凡事尊主最大，凡事顺服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原本只需要1年久的时间，却行了40年。因伫不断的背逆当中，将上帝的恩典甲祝福一点一点来落实。甚至有人惊一世人，却死伫旷野当中。上帝伊有耐心咧听候咱，咱是毋是爱伫不断的背逆当中，浪费家己宝贵的性命？咱嘛思考，伫咱的身躯边，是毋是嘛有人常常咧为咱祈祷？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望伫新的一年，咱也爱常常为咱身躯边的人来祈祷，做伙来领受主的恩典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因为阮背逆得罪你，致使无法度享受到你丰盛的祝福。感谢你耐心的听候阮，主啊，阮无要搁背逆，无要搁离开你的恩典，求主赐阮谦卑顺服的心。感谢你听阮。互阮身躯边总是有厝内底的人，有教会兄弟姊妹为阮咧祈祷，求主也保守看顾，互阮甲阮身躯边的人，拢用伫主温柔的手中享受平安，活伫主的慈爱恩典当中。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求，阿们。纵然旷野荆棘遍布，纵然艰难乱在前路，你是大能拯救的主，将大海分成滩涂。恩典之路，恩典永不尽，你同在此勇敢的心。恩典之路。
心。恩典之路，恩典永不尽，你同在此勇敢的心。恩典之路。